嗨，大家好，我是坦平叔。今天是2025年2月24号。这一期咱们继续聊聊恒大清盘，聊聊中国的房地产。今天股市房地产板块好像有一个冲动反弹了，尤其是万科，港股万科一度涨超8%，万科 A 股、H 股齐上涨。消息面上，万科上周五盘后公告，第一大股东深铁集团拟向公司提供借款，借款金额42亿元，用于偿还公司在公开市场发行的债券与本金利息。但是我想整个房地产板块反弹，恐怕原因不仅如此，应该又是有小作文。这个小作文不绝，房地产板块反弹的就不止。但是它这个反弹它也没有办法去创前期的高点，只能是里面的资金借着反弹出货解套自救。房地产板块已经没有什么可耍的了，这个我想也不需要再太多的去解释啊。虽然未来房地产恐怕还是支柱产业，但是过去那个风光已经不在，房企的老板跑的跑，坐牢的坐牢，蹬缝纫机。现在还有人生不如死的，他们都在这个悬崖边上。你说他突然就好了，又要展翅高飞，这基本上是不可能。神仙来了也救不了。最近网上传出一些照片，就是王思聪被曝在日本和香港度假期间，我不知道真假，在街头王思聪抱着一个美女，眼睛却瞟向了另外一边路过的一个御姐，大概其实这意思。但是这个我们并不关心。他入住的酒店最贵套房价格达45万美元，相当于普通人的10年收入。未必他住的就是这个45万元的套房，这谁也不知道。但是相比较王思聪在日本在香港到处这个度假，那他的爸爸王老板那可真是叫渡劫，儿子在度假，老子在渡劫。网上有媒体说王健林这波叫独生子困局，可真是教科书级别的豪门烦恼。71岁的老父亲还在卖万达广场填坑，37岁的太子爷王思聪却搂着新晋网红懒懒的在香港街头佛系压马路。2025年刚开年，王健林就接连卖掉安徽、河南等地5座万达广场，接盘方是新华保险旗下的昆华股权投资。这家公司去年已接手9座万达广场，今年又追加收购，累计投入超100亿，但卖资产的速度赶不上债务的增长。万达商管总负债已突破1375亿，光是苏宁、永辉等合作方追债金额就超过了180亿。万达转型轻资产的策略看似缓解资金压力，实则暗藏风险。虽然保留着管理权，每年能收数亿服务费，但核心资产流失导致租金收入锐减。王健林年初被法院冻结7702万股权，加上最新1200万的冻结令，累计冻结金额近60亿。王老板离失信恐怕不远了，一步之遥。一边是海水，一边是火焰，永远是冰火两重天。根据彭博社小道消息，你看小作文说到就到。彭博社说，中国开发商重启高价购地，压住楼市终将反弹。这个是2月24号新鲜出炉的小作文，说中国放宽房价限制后，房地产开发商重启高价购地。彭博社对中指研究院追踪的10亿元人民币以及以上交易分析显示，今年以来高于要价20%以上价格售出的地块占整体交易的37%，也就是今年土地挂牌拍卖有1/3以上的土地是以20%的溢价卖出去。这个跟去年跟2023年就不一样了。2023年很多土地卖出去都是底价成交，怎么现在还变成了人去抢购呢？1/3的都会涨20%。相比之下，这类交易去年全年占比仅为14%，2023年更只有4.6%。今年来10宗交易中有7宗涉及国企开发商，包括华润置地、中国海外发展、保利发展以及央企控股的混合所有制绿城中国。分析认为，这显示国企开发商压住楼市终将反弹。我理解的是，就是这国企、央企开发商不得不赌楼市上涨，他们没有退路，他们手上有大量的地。那我们再看看另外一方面这个又有不好的消息。前面是民营开发商一个个的要死要活，面临暴雷，有的在暴雷的路上，有的已经暴雷。但是这些央企、国企开发商还在豪赌地价上涨，楼市反弹。同时我们看媒体报道，外资企业大批撤离，中国写字楼市场前景暗淡。
他这文章是这么说的：北京写字楼空置率从去年第4季度17.9%上升至21%。今年中国办公楼市场可能将面临下行压力，而世界2大经济体之间紧张局势加剧，导致外资企业纷纷撤出，也使市场前景更加复杂。美国律师事务所叫什么嘉利律师事务所本周成为最新退出中国的公司之一。该律师事务所表示，将于7月关闭其于北京繁华的中央商务区财富金融中心的办事处。上周，贝莱德旗下一家基金因无法偿还一笔7.8亿美元的贷款，该笔贷款已展期1年多，将位于上海主要金融区陆家嘴滨水广场的2栋办公楼卖给了渣打银行。这家全球最大的资产管理公司，即使提供了30%的折扣，也找不到买家。这个恐怕是至少说明写字楼就这么个现状，你就是降价的卖不掉，失去了流动性。随着中美贸易紧张局势升级，以及中国经济增长放缓导致机遇减少，嘉利律师事务所和贝莱德只是众多减少在华业务的跨国公司中的2家。无论你是国有企业、互联网巨头还是外资企业，面对外部的不确定性，削减成本、提高效率成为必要，而办公室租金绝对是需要削减的最大、最明显的开支之一。北京中央商务区是中国国际贸易中心、华贸中心和北京嘉里中心等地标建筑所在地，德意志银行和麦肯锡等公司都设在这里。这里的空置率已从2019年的10%上升至去年年底的16%左右，租金已从疫情前每平米每月365元人民币降至目前每月每平米不到300元人民币。这个我记得我以前一直说，这个就是国贸商圈。我的印象里面，国贸那儿那个写字楼就没有空的。我说的应该是20年前，那个时候我在国贸嘉里中心的西边，国贸的南边，光华路那边上有个汉威大厦，我在一家外企上班，我们公司天天跟那物业要房子，跟那个物业说哪家如果搬走了一定要给我留下来。最后导致什么呢？导致我们公司好像在那个楼里面有4-5个办公室，不在一个楼层，没有办法把整个楼层腾出来给你一家公司。也就是说写字楼紧张到那种程度，现在居然空置率已经上升了16%，什么概念？那地方以前是寸土寸金呢。实际上我一直说写字楼，尤其是国贸的写字楼，如果空置的话，只能说明你经济不就业难，好的就业岗位越来越少。你说在这种情况下，还有人说房地产还要涨，你怎么涨？这个反映的就是好的工作岗位越来越少，那至少反映出这些企业它都要节约成本，就不说这些企业关门倒闭了。地产咨询公司1月份的报告显示，在国际公司影响力更大的上海，22.1%的办公空间处于空置状态。业内人士预测，到今年年底，1线城市空置率可能达到25.2%， 2线城市空置率可能达到35%，并补充称，在租户主导的市场环境下，10大主要城市的平均租金将下降高达6%。这些信息实际上你就可以联想到就业市场。写字楼空置率越低，写字楼越难租，那么就业市场就越火。如果写字楼空置率越高，租金下降越厉害，就是就业市场越差，大家收入越低。你告诉我说房价要涨，当然我这喉舌它有它的解释，对吧？刚才说了，美国的嘉利律师事务所它要搬走了。嘉利律师事务所和贝莱德只是众多减少在华业务的跨国公司中的2家。那按照我们人民日报的解释我们留下的都是质量的资金，高质量的外资。虽然外资少了，但是我们现在叫质量提高了，所以大家还是不要慌。走的撤出中国的都是低质量的外资，留下的都是高质量的外资，新进的也是高质量外资，所以我们不能仅看绝对的数量，那个都是片面的、不科学的。还有昨天关于土地出台了一个非常重磅的政策，不允许城镇居民到农村购买宅基地。2月23日，2025年中央1号文件发布，文件提到，管好用好农村资源资产，扎实做好房地一体宅基地确权登记办证，探索农户合法拥有的住房通过出租、入股、合作等方式盘活利用，有效实现形式。不允许城镇居民到农村购买农房、宅基地，不允许退休干部到农村占地建房，有序推进农村集体经营性建设用地入市改革，健全收益分配和权益保护机制，因地制宜发展新型农村集体经济，不对集体收入提硬性目标，严控集体经营风险和债务，持续深化农村集体资金、资产和资源管理专项治理，推进新增耕地规范管理和合理利用。怎么说呢？
我们只能按胡锡进老师的说法，一切都是刚刚好，多一分则多，少一分则少，感恩也感激。跟这个配套的还有一个叫推进农村高额彩礼治理，这个也是很多这个男光棍的福音。你看国家出手了，要推进农村高额彩礼的治理，看看这男光棍能不能娶到媳妇。他这么说的啊，推进农村移风易俗，推进农村高额彩礼问题综合治理，发挥妇联、共青团组织作用，加强对农村适婚群体的公益性婚恋服务和关心关爱，加大对婚托、婚骗违法行为打击力度，加强宗祠规范管理，深化殡葬改革，推进公益性生态安葬设施建设，持续整治人情攀比、大操大办、厚葬薄养、散埋乱葬等突出问题，完善约束性规范和倡导性标准，规范农村演出市场，深入整治低俗表演。你说农村里都是俗人，你给他表演啥高雅的呢？反正挺为难的。加强农村科普阵地建设，反对封建迷信。这两个新闻，总之看完之后，只能让人感觉到前途一片光明，又有了希望，又有了奔头，形势一片大好，不是小好，是大好。对农民的这种爱护之心，那可以是就是操碎了心了，对吧？又是关心彩礼太高，又是担心农民的房子、宅基地被人骗了。我告诉你，胡锡进这种老干部，他能干出什么好事吗？对吧？他还去农村买那个宅基地，十有八九要骗人家，所以要防止坚决杜绝胡锡进这样的干部到农村去买宅基建房子，万一上当受骗了。你现在电诈这么猖獗，胡锡进老师把买宅基地的钱给那个十有八九被人骗，农民十有八九他卖地的钱一骗，他你看宅基地没了，钱也没了，鸡飞蛋打，最后就是流离失所，你说多惨。所以为了保护他们，你不让他卖，他没钱，他就上不了当，受不了骗。你看本质上还是为了农民好，农民手上一有钱就容易上当受骗，农民手上一有钱他就搞什么高额彩礼，他一有钱他就喜欢看那低俗的演出，所以确实最好把他钱要管起来。但是他这上面也说了啊，他说探索农户合法拥有住房，通过出租、入股、合作的方式盘活利用，有效实现形式。反正这不太好理解，你们家有宅基地，你们家有房子，农民支持你怎么把它出租，或者入股，或者是跟谁合作他也没说，反正通过各种方式把它盘活。除了不能卖给老干部，那言下之意你不能卖给城里人，不能卖，那怎么办？所以说你得把这个房子和宅基地交给村集体，对吧？集体帮你解决，这给人感觉是吧？某种程度上是要管起来，集权，农民不要自己卖啊，你自己卖容易上当受骗。城里面都是胡锡进这样的人，所以交给集体卖。你看，要不然怎么解释说探索农户合法拥有住房，通过出租，他也提倡农户把房子出租或者合作入股，又担心你被胡锡进这样的人骗，所以说你还是把房子交给集体，集体帮你打理，应该这么理解。他说了啊，你看有序推进农村集体经营建设用地入市改革。什么叫入市？就是把农村集体的土地怎么样变成住宅用地，入市标易。所以这个文件它就体现出对农民的爱护之心。你把宅基地什么的交给集体一起帮你自己不要单独的跟胡锡进这样人交易，十有八九要上当。所以说感恩感激啊，都是为你好，衷心的希望农民能富起来，但是又害怕你上当受骗，最后变得流离失所。你说那个农民一个月200块，120，他没办法解决，说50加个100的，但是彩礼他可以管，你的房子不能卖给谁我要管，大概这意思，给人感觉好像是该管的好像没管，不该管的好像更感兴趣。为何不允许城镇居民到农村购房或购买宅基地？为何不允许退休干部到农村占地建房？政策背后隐含着怎样的深意？新京报记者为此采访了中国农业大学农业与农村法治研究中心主任任大鹏，他表示城镇居民、退休干部等不具有农村集体经济组织成员身份，取得宅基地于法无据，而这一规定的背后，既为保护耕地资源，更有保护农民根本权益的重大意义这个和人民日报说外资走的都是低质量的，来的都是高质量的，这个逻辑是一脉相承的。这专家说城镇居民、退休干部不具有农村集体经济组织成员身份，所以他取得宅基地于法无据。那反过来说，就是农民你也不具备城里的这个身份，你跑到城里买房，是不是也是于法无据？也就是说农民你可以到城里面去给人家接盘，这个可以，但是城里面人到农村去接盘，对不起，你这于法无据。这总感觉哪儿好像有点别扭，楼市低迷，对不对？盖了房子卖不掉，忽悠农民进城买。这个时候不说农民，你这户口不是城里的，你不能买。相反我们改革，对不对？你买了房子给你落户，怎么到农村就不行了？再说这一规定的背后，既为保护耕地资源，人家买的是宅基地，宅基地跟耕地有啥关系？你看你要跟这样的专家讲理，他没有理可讲。总之保护农民根本权益，一切都是为了农民好。你要
心理，就是农民有个叫花子捧着一个金饭碗要饭，要不到饭，想把这个碗卖掉，那不行，你要把碗卖掉了，你拿什么要饭？那不要饿死吗？所以你这碗要卖，你就得给我，咱们统一卖，那你自己不能卖，不就这意思吗？我们看看这个叫每日人物，他今天刊登一篇文章，一个报道叫不租不买房，年轻人盯上常住酒店，年轻人放弃租房，在酒店安家。说社交媒体上常住酒店的话题浏览量已达700多万次，越来越多的年轻人选择在酒店安家，他们过上更省事的生活。当然，省事也意味着散失一部分柴米油盐的烟火气。你如何看待越来越多的年轻人选择常住酒店的现象？他这文章说，住在酒店或多或少加深了大城市年轻人身上的漂泊感。关上房门，心底始终有个声音，总会有离开的那天。这群住在酒店的年轻人试图用短期合约换来喘息的空间，以极简主义对抗不确定性。有人感慨，住酒店变得清心寡欲，因为该有的都有，想有的没法有，那就放弃。自从于婷婷搬进酒店，她的生活变得相对无聊，每天2点一线，回酒店就是躺着，毫无生活气息。租房时她买过落地灯，床上放着占据半个身位的玩偶，睡前会点上香薰蜡烛，打开蓝牙音箱播放一首舒缓的英文歌，也就是很有生活气息。可在酒店呢，他秉承的原则是先凑合着，能不买就不买，衣柜里只有冬季2-3套可供换洗的衣物，日用品直接用酒店提供的，床上桌上更不会摆多余物品。至于亚麻灰的窗帘好不好看，白色床单要不要添个床套，地面的毛毯选什么款式，他不再讲究，也没有必要。他说随时撤离的自由可能也意味着找不到很久的坐标。从英国留学回来的巴纳再次住进了酒店，他将酒店视作一个既停既走的落脚地。早在大3暑假，他就开始从老家海口飞往北上广，跨越几千公里到一个陌生城市实习，每次实习2-3个月，工作不适合就换。短短1年，他利用假期刷了3段实习经历，跟随实习地址换个4次酒店，平均每家住1-2个月。看似极其洒脱，可巴纳心里清楚，自己始终是在寻找安定感。他来自海南的小县城，渴望能在1线城市发展，实习是他踏上离家之路的第一步。在巴纳看来，月租酒店能灵活应对他变化起伏的工作环境和状态，房租押金风险太大，酒店随时能够撤退。他说每换一次酒店，巴纳会在小红书寻找新的合住室友，分担3500元1个月的房费。除了减轻房租负担，找室友变成了一个新城市认识朋友的途径，否则一个人会有强烈的漂泊感。我做的一切都是希望这个城市有留下我的位置，也就是他找人合住酒店呢。酒店是中转站，但一定不是终点。这个一个叫罗文的，曾经给自己的定位是一个以目标为导向的工作狂。他1周5天内3天跑外勤，1个月至少出差1次。他带的团队是全公司销售业绩最好的，甚至被同事抱怨过工作太较真。有段时间他做华东地区的市场，每天早上5点起床，赶8点的高铁去杭州和客户开会，傍晚再返回上海，到家已经是深夜11点。工作太忙，酒店就是个睡觉的地方而已。一到周末放假，罗文会整天窝在酒店不出门，打打游戏，看看电视，放松一下。为了住酒店，罗文不得不把陪伴多年的小狗寄养在老家，生活像是忽然缺了点什么。他有2张房卡，其中1张取电卡永远插在卡槽，这样不管下班再晚，屋里的灯总是亮着的，不然开门一片漆黑，没有小狗出来迎接，心里一阵空落落。去年因为长时间高强度工作，罗文的身体拉响了警报，1个礼拜瘦了7-8斤，出现心跳极快的情况，一去医院确诊为甲亢，检查单上所有指标全是醒目的红色。医生问他怎么才来，那一刻我有了濒死的实感。被要求停工半年休养后，罗文忙碌的生活突然按下暂停键，转变的契机随之而来。深思熟虑后，罗文决定回安徽老家创业。年轻时他很早离开家来上海闯荡，曾抱有过买房
买车的念头，但被高昂的房价和生活成本劝退。陪伴家人的时候愈发珍贵。他逐渐目标明确，在上海只适合干一件事，赚钱。在大城市漂泊的年轻人心中，挣钱或许比归属感更重要。我对上海没有任何留念，就如同住酒店，离开似乎是一种必然。但现在罗文熟悉的客户、合作的业务任依托上海，他说再回来我还会选择住酒店。这个每日人物的介绍，年轻人不租房不买房住酒店，怎么说？我觉得这也挺好的。适合什么样的人呢？适合那些一心一意扑在工作上面。这是什么样的一群人？回家只是睡觉睡个觉，他没有业余生活，更不用担心什么柴米油盐酱醋，也没有什么小孩，也没有什么老人，就是一个人。这是特种兵工作上班，一周7天，那就上7天班，或者偶尔天休1天，他就在酒店睡觉。所以这种人他开个酒店，他不租房可以，而且永远保持灵活机动。如果需要的时候，他就离客户近一点，在客户那儿附近找个酒店。如果不跑客户，他就在公司附近找个酒店，高效，把生活精简到只跟工作有关系，工作和休息就2件事。但是对那些讲究生活的人来说，工作只是一部分，工作是为生活服务的。人他的每天大量的时间是业余时间，是休闲时间，是生活时间。工作只有8小时或者10个小时，剩下的都是休闲时间。那对这样的人来说，你要租酒店就不行了。住酒店穷家值万贯，你要讲究生活气息，你要休闲，你要生活，那你附属的东西啊，无论是衣服还是锅碗瓢盆，还是什么其他的生活用品设施，会越来越多。你一个酒店给你提供一个房间根本放不下，你要生活，你还有生活的空间，那酒店只能提供一个房间啊。所以我觉得年轻人也住一段时间酒店也可以，住上1年2年这种工作状态。但是长期这种肯定是你长期住酒店，你想想一个人，你好歹1年4季的衣服啊、鞋子啊、你的包、你的工作的电脑、你吃饭的家伙，这些玩意就我们叫瓶瓶罐罐，那是越积越多，人也不是，留也不是。所以说啊，最终还是要租房，最次是租房。如果条件合适，恐怕还得买。我在想，那些宅基地不幸被胡锡进这样的人买走的那些农民，他们的下场恐怕就像这个年轻人一样，开始住酒店。住酒店就是居无定所，对吧？今天在这儿住，明天在那儿住，今天在这个桥洞下面，明天在那个桥洞下面，那跟酒店是一个意思，这是条件差的。好，这期节目我们就聊到这里，感谢大家。如果喜欢我的节目，欢迎订阅转发，也可以在下方留言评论，谢谢大家。